新嘅一年嚟工廠睇下大埔富蝶村嘅黃生訂製嘅家私，順便簡單講下當時點解揾我哋訂製。而家睇到嘅就係佢客廳嘅獅字櫃。今次主要都係收納為主，中空位都係為咗平時出入門方便擺放日常用品。為咗收納，我哋幫佢設計咗3個抽筒，而且上軌整體收納都可以滿足屋主嘅需求。下軌收納都唔細，隨便可以放攞幾十對鞋。呢組就係佢間房嘅地台床，香港地台床唔使我多講啦，佢佔據咗香港多數家庭重要嘅位置，容量大不得止，主要超級實用。呢組就係佢間房嘅到頂衣櫃，整體容量足夠收納佢嘅衫啦。黃生揾到我哋訂製，都係因為我哋源頭廠嘅優勢。呢批家私試裝完過2日就可以出貨啦。喺香港想揾源頭工廠訂製，直接聯繫我哋啦。